正所謂水火不相容啊！啱啱講完火，呢頭講翻水啦。咁廣州東風西爆水管事件咧，進入咗第4日㗎啦。自來水公司咧已經喺尋日晏晝咧俾出咗水浸車嘅賠償方案，不過有唔少車主咧係相當之唔滿意呢個方案嘅，絕對就堅決唔肯開啲車出停車場。經過3日嘅搶修，嘉禾苑停車場終於係恢復供電啦。今日媒體亦都首次可以入到停車場拍攝。經過大水浸泡嘅停車場一片狼藉，地面鋪滿泥漿雜物，水浸時嘅水痕依然係清晰可見。根據自來水公司俾出嘅賠償方案，如果車輛整體維修費用喺3000蚊以下嘅，自來水公司可以當場報銷；如果大於3000蚊嘅，就要等自來水公司確認之後收幾多補幾多。如果車輛受損嚴重，車主唔想收嘅，自來水公司將根據車輛受浸前嘅實際市場價格給予現金賠償。大部車就要歸自來水公司所有。目前已有受損較輕嘅5部車接受咗呢個方案，拖走咗啦。不過仲有唔少嘅車主唔接受，號稱小區最昂貴嘅車輛一部保時捷跑車呢，仲停喺場內。車主話部車要100幾萬，佢等咗8個月先提車，先開咗2個月，諗唔到就遭此浩劫。佢希望自來水公司可以根據佢之前投保嘅時候嘅金額給予賠償。蔣小姐係車主選出嚟參與談判嘅代表，佢嘅愛車發動機、車廂全部受浸。佢話自來水公司公布嘅賠償方案根本冇得到業主代表同意。我們是代表了80幾個還在下面的車主，我們沒有一個代表已經簽名的。我們的車是全泡在水裡的，80多公分的車還有什麼用，對不對？修你這樣泡了10幾20個小時，你說怎麼修法？唔少車主認為維修車輛要指定到中國人保定選，咁樣好唔合理。而水浸車就算收翻都可能後患無窮嘅，所以佢哋都希望可以認定車輛為全損。而對於按車輛嘅二手市場價嚟賠，啲車主擔心一啲車齡較長嘅車賠得會好少。凡係啲涉及國有國企壟斷行業嘅糾紛，我哋好難見到雙方喺同一高度或者同一平台上面好公平咁樣協商嘅。你印象之中有冇啊？硬係有個咁嘅特別大聲㗎嘛。裡面嘅處理態度、處理方式同埋方法，再加埋官官相衛、大衛士呢啲信心缺失而產生嘅產物。好啦，仲有嗰啲我哋成日話第三方啊，嗰啲第三方認證機構又得唔到雙方共同認同嘅喎，咁你邊可能達成雙方共同嘅共識呢？放低嗰啲所謂官威，放低嗰啲最無謂無聊嘅啲所謂官架子，你真係有心處理問題啊嘛 ，OK？老實實，你組織一個處理小組，你唔使匿埋喺你公司，你進駐到現場，聯合埋大家認同嘅第三方嘅專業人士，逐一同啲車主有幾廿部車，逐一同啲車主商議溝通。首先，你必須要承認一樣嘢，係你自來水公司自己嘅錯，你浸到人啲車，唔係啲車主嘅問題。做錯你仲要大聲夾惡，認真好似以前講嗰句嘢，洗頭銀兼咁大聲，傷害嘅唔係老百姓對自來公司嘅睇法，而係老百姓對政府嘅睇法。好啦。調翻轉頭，作為政府或者相關部門，趁住呢件事，你嗱要介入佢，即係除咗解決呢件事，仲要完善類似事件嘅賠償制度。你反正都有呢啲事開頭，你點解唔完善下個制度呢？以後好操作啊嘛！你咪俾啲老百姓下話你聯合埋啲大石砸死蟹，危機公關。危機公關唔係你唔俾我哋講，而係你要做啲好嘢出嚟，等我哋有嘢講先可以幫你公關㗎，老細。其實講翻呢條東風西路啦，自來水爆咧已經唔係新聞嚟㗎。老友記咧好用心查咗下資料，自從2000年到而家咧，今年咧11年之間，東風西路嘅主水管爆裂事件，鑊新鮮，鑊金嘅。從東風西西場地鐵站附近到盤福立交，唔到2公里嘅路段，10年嚟嚴重嘅水管爆裂事故一共發生過4次，事故頻率之高，實屬罕見。就喺10年前嘅1月10號，東風西路西村段連至西村水廠一條直徑1.2米嘅主輸水管發生爆裂，周圍即時嚴重水浸。而當時對我身後呢家酒店亦都產生非常之大嘅影響。酒店負責人話俾老友記知，事發當時酒店仲開緊鋪，1樓大廳全部遭到水浸，唔少客人要攞膠紙袋套住隻腳，落荒而逃。損失好大，損失就有冇計計個數啊？起碼10萬8萬10要一次。嗰時嗰時，因為保險公司冇多人冇話人負責㗎。1年後，東風西彩虹高架段又發生咗1.2米水管爆裂事故，一架行進中嘅巴士陷入大坑，造成該路段大面積塞車。08年12月8號，東風西路同埋盤福路交界處800毫米輸水管發生爆裂，
加上今年8月29號嘉禾苑嘅爆管事故，10年嚟東方西一共發生咗4次主水管。今日除咗開學咧，全世界最高嘅摩天輪都開張啦。咁啊，老友記尖尖咧，佢飲咗頭啖湯，翻嚟之後就話一個字講晒暈，嗱唔係頭暈個暈，一嚿雲個暈。呢16個水晶球就係摩天輪嘅球艙啦，每個艙都係360度全透明嘅，置身其中就可以全方位觀賞廣州美景啦。成個軌道最高點為464.4米，轉一圈要20分鐘㗎。每個艙最多可以坐6個人，由於係固定軌道，速度都唔快，所以喺艙入邊咧，你可以隨意走動，擺咩 pose 影相都冇問題㗎。今日廣州嘅天氣咧就係多雲有陣雨㗎，咁我而家就喺全球最高嘅廣州塔摩天輪入邊，有種雲中漫步嘅感覺。不過我一啲都唔驚㗎，因為佢哋話咧做好咗安全嘅保障㗎。考慮到廣州珠江沿岸係雷電頻發區，摩天輪旁邊有24條3米長嘅避雷針，仲有獨一無二嘅安全疏散通道添。隻歌揀得好正啊！